7月18日下午2時，由紐約華人合唱團舉辦的第8屆新加坡國際華文合唱節金獎獲得者音樂會，在紐約曼哈頓唐人街中華公所隆重舉行，近500位僑界人士、音樂愛好者及社會各界嘉賓齊聚一堂，共同欣賞這場高水準的音樂盛宴，分享紐約華人合唱團在國際舞台榮獲金獎後的喜悅與榮耀。現場掌聲不斷，氣氛熱烈，整場音樂會持續至下午5時，在歡聲笑語中圓滿落下帷幕。本次音樂會不僅是一場匯聚中西音樂文化的藝術演出，更是一場展示海外華人文化自信、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活動。紐約華人合唱團剛剛在第8屆新加坡國際華文合唱節中脫穎而出，憑借精湛的藝術水準、默契的團隊合作以及極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現，一舉榮獲國際賽事金獎，為紐約華人社區贏得了榮譽，又為中華音樂文化在國際舞台再添光彩。當天下午，中華公所禮堂內座無虛席，來自紐約各地的觀眾紛紛提前到場，共同見證這一值得紀念的時刻。音樂會由資深主持人 Danny Soi 擔任主持，他以親切自然、幽默風趣的主持風格串聯整場演出，向現場觀眾介紹每一個節目背後的創作故事及演唱特色，使觀眾在欣賞音樂的同時，更深入了解歌曲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和藝術魅力。本場音樂會特別邀請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張欣傾情加盟，她以深厚紮實的演唱功底、寬廣明亮的音色以及富有感染力的藝術表現，為音樂會增添了耀眼光彩，也贏得了現場觀眾經久不息的掌聲。音樂會在大合唱《美國草原我的家》中拉開帷幕，恢宏大氣的旋律表達了海外華人熱愛生活、建設家園、珍惜和平的真摯情感。合唱團成員精神飽滿，聲音整齊洪亮，將歌曲的寬廣意境展現得淋漓盡致，贏得現場陣陣喝彩。隨後，一曲優雅細膩的漁舟唱晚，把觀眾帶入寧靜柔軟的中國山水畫卷，音樂彷彿描繪出夕陽西下、漁舟歸航的詩情畫意，讓人沉醉其中。經典粵語歌曲《相思風雨中》則用深情細膩的演繹，引起不少觀眾輕聲跟唱，勾起大家對青春歲月和親友情誼的美好回憶。天邊的駱駝、紅豆相思、荷塘月色等作品風格各異，既有草原風情，也有江南韻味，更有濃濃的中國傳統文化氣息。演員們以細膩的情感表達、優美的和聲配合，將每一首歌曲演繹得生動感人，充分展示了紐約華人合唱團多年來不斷追求藝術品質所取得的豐碩成果。值得一提的是，當天音樂會節目形式豐富多彩，除了大型合唱之外，還有多種不同藝術形式輪番登場，為觀眾帶來耳目一新的視聽體驗。有一對律師夫婦聯袂演唱的意大利經典歌曲《To Fly in the Blue Sky》，以流暢優雅的旋律和富有歐洲藝術風格的演唱，展現了音樂無國界的魅力。隨後，他們帶來的經典歌曲掌聲響起來，引起全場觀眾熱烈共鳴，大家紛紛隨着旋律鼓掌互動，把現場氣氛推向一個小高潮。女聲表演唱雞公仔，充滿濃郁的地方特色，演員們生動活潑、富有生活氣息的演繹，讓現場笑聲不斷。男聲四重唱天邊，則以渾厚深情的歌聲，將草原遼闊壯美的景象表現得淋漓盡致。女聲組合軍港之夜旋律優美，歌聲柔和，把軍港寧靜祥和的夜色描繪得詩意盎然。男女聲組合蘆花更是以優美和諧的聲部配合，唱出了軍民如水情深的真摯情感。女聲獨唱鄉愁則以細膩婉轉的演唱，
表達了海外遊子對故鄉深深的眷戀，引起在場許多僑胞的情感共鳴。不少觀眾眼中泛起感動的淚光。隨後，男女聲表演唱胡琴樹，以獨具中國特色的音樂語言，將民族音樂與現代舞台藝術巧妙融合。演員們默契的配合，贏得全場陣陣掌聲。作為音樂會的重要嘉賓，女高音歌唱家張欣先後獻唱《祖國頌》和《父老鄉親》兩首經典作品。她高亢明亮而富有穿透力的歌聲，將作品中濃濃的家國情懷與深沉的民族情感表達得淋漓盡致。特別是在《祖國頌》的高潮部分，他以寬廣的音韻和極富感染力的藝術表現，將現場氣氛推向高潮。全場觀眾報以長時間熱烈掌聲。音樂會最後迎來了本屆國際華文合唱節榮獲金獎的兩首獲獎作品《雕花的馬鞍》和《遠方的客人請你留下來》。這兩首作品充分展現了中國民族音樂豐富多彩的藝術魅力，也集中體現了紐約華人合唱團高水平的合唱藝術實力。《雕花的馬鞍》旋律奔放豪邁，具有濃郁的蒙古族音樂特色。合唱團成員用富有層次感的和聲和飽滿的舞台表現，再現了遼闊草原的壯麗景象。遠方的客人請你留下來，則洋溢着濃厚的民族風情和熱情好客的人民精神。歡快熱烈的節奏感染了現場每一位觀眾，不少人情不自禁隨着音樂輕輕打起節拍，將整場音樂會推向最高潮。整場音樂會歷時3個小時，節目安排緊湊，內容豐富，既有恢宏壯麗的大合唱，也有溫馨細膩的獨唱、重唱、組合唱和中外經典歌曲演繹，充分體現了紐約華人合唱團藝術形式多元、演唱風格豐富的特點，也展示了廣大團員長期堅持排練，不斷追求藝術卓越所取得的豐碩成果。我哋講江南港今日好大雨啊，都嚟，俾啲掌聲自己先好嘛？多謝各位繼續支持紐約華合唱團同埋支持音樂。咁台上嘅表演者咧係好需要大家嘅，唔係錢啊！如果捐錢可以俾我嘅，係需要大家嘅掌聲啊！聽唔聽到？大家寫眼頭啊，大聲啲啊，掌聲 OK。我哋今日好多嘉賓，首先我哋邀請我哋嘅 State Senator、City Council Chris Martin 嘅代表 Stephen Wong 請上台。Stephen Wong 唔該。請我哋嘅老師出嚟好嗎？揾咗你上先啦。OK， 首先今日好高興嚟參加呢個活動。咁我哋市員咧就有時過咗週，所以咧就係仲係我嚟呢度同佢派個獎狀。咁今日其實出邊好大雨㗎嘛，有咁多觀眾，我覺得佢哋對你嘅支持已經好好㗎啦。頭先有好多掌聲。咁其實歌唱對於我哋嘅中華文化係一環節。咁我哋佢哋咁努力咁樣去唱歌，去傳達佢哋嘅信息，同埋對我哋呢個社區嘅傳播中華文化係有好大嘅嗰個動力。咁我希望通過今次嘅演出，招多啲人翻嚟你哋呢個團一齊唱歌。多謝晒，喺度祝我哋今日嘅演出圓滿成功，多謝。多謝晒。跟住第二位嘉賓咧係思華琴技嘅董事長岑卓懷先生，佢自送支票喎，真嘅真係，俾我哋有請岑先生。佢寫詩到嗰啲人，我哋嗰兩個幫手。
大官唔係嘛？陳生呢啲支票咧，光頭律師。唔好俾我俾佢。多謝陳生。各位嘉賓，大家下午好。今日咧好高興咧，呢個合唱團咧喺我哋嘅社區咧舉行唱歌咧娛樂大眾。咁我哋咧好多謝佢哋能夠俾我哋一個歡愉嘅下午。多謝。同時咧，我上嚟咧特登要講咧就係介紹嗰個靚仔司儀。我識咗佢40幾年嘅，佢係布魯倫皇帝啊！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哋中國人咧，第一個咧係佢帶我哋呢條包去大伯大道開酒樓嘅40幾年，叫好運啊！即係嗰時咧，佢係第一個帶，所以八大道係佢開發嘅，所以布魯倫嗰邊嘅市場佢開發嘅，所以咧好多人或者可能你哋唔認識，但係我認識佢40幾年。正話 Amy 介紹我少少地，我識咗好耐㗎啦。OK， 多謝大家。多謝沈生慷慨解囊，多謝，仲有我哋嘅李師母俾咗個大紅包，多謝，仲有興興，多謝你哋嘅到來，多謝你哋嘅到來已經係令到我哋好感動，因為出邊有大雨，但係你哋都嚟到捧場，多謝。陳生，我25歲嘅啫，你感覺？下一位嘉賓，OK， 下一位嘉賓咧係中華美國僑社嘅書畫院陳偉區院長，請上台。你都卡實，個機係點？水壺個機係邊個？今日咧佢送一首詩俾我哋。Hello， 大家好。我就冇帶紅包上嚟嘅，我係帶啲自己喺度獻醜，帶啲書畫上嚟咁樣嘅啫。多謝阿 Amy 咧，佢又邀請我，咁佢話我哋紐約華人合唱團咧去到新加坡嗰度表演到獎，咁翻嚟呢個應該係其實係一個慶功演唱會嚟嘅係嘛？祝呢個演唱會成功啦！咁我寫咗曲，寫咗首詩，咁寫埋書法。呢首詩咧就係送俾紐約華人合唱團嘅。歌聲響亮起平城，表演天才早有名。今日新加坡昂湧，歸來滿載最奔情。呢個演奏會成功，多謝。謝謝，非常感謝。多謝晒，多謝晒。今日嘅節目係正式開始，我哋俾啲掌聲，華人嘅團同埋我哋嘅施偉英老師先好嘛？第一首係大合唱《美麗草原我的家》，指揮係施老師；第二首係遊子人，表演者係黃義健。再俾啲掌聲大家好唔好？祝福大家有個開心嘅晏晝。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我相信直到今天，我哋每個人喺生命嘅記憶裏，都會有咁樣嘅情景。我哋穿住母親準備嘅衣物，我哋帶着母親收拾嘅行李，與佢揮別。當有一日，我哋終於可以越飛越高嘅時候，你係唔係仲記得母親嘅眼神呢？
嘅嘛。OK， 下一首係女聲嘅獨唱，個歌曲名係叫做《漁舟晚唱》，演唱者係 Jenny D， 有請 Jenny。要探眾星空。
我不會負情，害你心灰冷。知你送君那引淚難。心聲託付紅與顏，祝福話兒莫厭煩，莫教人為你願孤單。只願歡情可太暫，轉眼分離緣有限。我不會負情，害你心灰冷。知你送君那引淚難。相思風雨中，演唱者梅永生同埋黃滿。受傷之愛意濃，情海變蒼茫，痴心意冷凍。分飛各天涯，他朝可會相逢？笑笑風聲凄泣暴雨中，人海裏漂浮，輾轉卻是夢。情深永相。當霜雪飄時，但願花亦豔紅，未懼路上煙雨夢。記相思風雨中，記痴心風雨中。抱月去，化春風雲外追蹤於女夢。盼滿空，受紅塵多作弄，難解百般愁傷之愛意濃。情海變蒼茫，痴心意冷凍。分飛各天涯，但願他日重逢。夜晚路上珍重。漂浮，輾轉卻是夢。情深永相傳，飄於萬世空。分飛各天涯，但願他日重逢。夜晚路上珍重。痴心風雨中。
難解百般愁傷，只愛意濃。情海變蒼茫，痴心已冷酷。分飛過天涯，但願他日重逢。夜漫漫路上珍重。夜漫漫路上珍重。呢邊嘅駱駝，駱駝出嚟啦，唔該。竟然間有人靚仔過我啊！天边走来一个多跋涉的骆驼，走啊走啊，走在那茫茫的沙漠，风里雨里高望着他的头。大雪飞沙，锻炼了他的性格。高高的驼峰，从来不寂寞。茫茫的航海里，迎着他的骄傲，将边边的驼背上，驮着他的心勇。我的声声响，是他心中欢乐的歌。天边的骆驼。为你唱着祝福的歌。天边走来一对对可爱的骆驼，高高大大，从来就没有了动人的歌。默默无望，苦中自有乐，昂首
哋紐約華合唱團，歌名係《荷塘月色》，指揮係施偉英老師，請大家欣賞。我这个6
月28號的時候，美國臨時駐京聯合會舉辦了華南華僑這個慶祝美國獨立250週年，這個老師Amy帶着團隊去支持我們演出，真的非常感謝他，所以說我今天特意過來感謝他們。我都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等待，我还拥有你的爱。好像初识的舞台，期待给你声和彩，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唱唱唱。也在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更加为你我的爱。Venivo dal vento rapido
di blu, felice di stare lassù. E volavo felice più in alto del solo, ancora più su. Mentre il mondo pian piano spariva lontano laggiù. Una musica dolce suonava soltanto per me. Volare, oh, cantare, oh, nel blu, dipinto di blu, felice di stare lassù. Ma tutto il sogno dell'autosfanscon perché quando tramonta la luna li porta con sé. Ma io continuo a suonare nei occhi tuoi belli, che sono blu come un cielo trapunto di stelle. Mentre un mondo pian piano scompare nei occhi tuoi blu, la tua voce è musica dolce che sono per me. Volare, oh, cantare, oh, nel blu, d'occhi tuoi blu, felice di stare qua giù. Nel blu, degli occhi tuoi blu, felice di stare
下一首歌係男聲嘅四人組合，歌名係《天邊》，咁好好聽。演唱者係回美修、戚自勇、楊佑國。女聲嘅合唱歌咧係《軍港之夜》，演唱者係鄭慧萍、梁月兒、蔡李涵、李秋萍、譚允希、蕭愛荷，有請多位。
男女聲嘅組合，歌名係《蘆花》，演唱者係黃滿、劉淑萍、鐘蘇同埋我哋靚仔楊佑國先生，有請。
係一個女高音嘅獨唱，歌名係《粉墨春秋》。歌唱者係張欣，佢係一位高音嘅歌唱家，或者我呢度花時間介紹佢好嘛？佢係畢業於天津音樂學院，師從著名嘅聲樂教授周桂珠，亦受到佢音樂家金鐵霖教授嘅親自嘅指點。自幼咧隨步學習河北嘅梆子，打下堅實嘅音樂基本功，能駕馭多種風格嘅演唱，一個實力派嘅歌手。請大家欣賞，有請。最後一首歌，呢首歌亦都好特別嘅，或者我隆重介紹就係今年喺3月份，紐約華人合唱團喺參加咗新加坡舉行嘅第8屆國際華文合唱節，喺比賽裏邊，佢哋係呢首《雕花的馬鞍》呢首歌獲得合唱比賽嘅金獎啊，即係第1名啊！
在座朋友攞一來賓唱呢一首有音樂靈性同埋音樂動感嘅藝術歌曲。佢通過人聲模仿馬蹄聲嘅腳步同埋馬頭琴嘅半弦聲，描述咗音樂自然嘅諧和，通過高、中、低三個類聲中帶出唔同嘅音色嘅變化，唔尋常嘅節奏快慢，融合咗自然、生命同埋音樂嘅藝術，完美結合我哋碰撞出嘅聽覺嘅效果，享受大自然賦予我哋嘅生命同埋美好時光。下面請大家欣賞雕花的馬鞍，同埋我哋多謝我哋各位。大家好，我哋咧呢隻雕花的馬鞍咧，佢嘅歌曲咧係同其他嘅合唱歌曲係唔一樣嘅。咁佢嘅特點就喺邊度咧？佢係以人嘅聲音嚟扮演馬蹄嘅聲音，同埋扮演馬頭琴嘅低弦樂嘅聲音，所以佢係通過人聲嚟表現樂器嘅聲音同埋人聲嘅結合。咁我哋咧就今次你唔好睇我哋咁少人啦，嗱我哋呢個當中係3個聲部可以唱嘅，咁我哋聽聽佢單獨聲部嘅時候，佢又發出到咩聲音啊？中間聲部，而家我哋呢度係3位係中間嘅聲部，喺合唱當中咧，佢又叫做2聲部。咁咧通過2聲部呢邊上去一做斜落去咧，佢叫做1聲部。啊，咁三位過去呢一部分上去就係叫做低音聲部，所以人雖然唔多，但係3個聲部。咁我哋聽下下面下，聽聽我哋表演嘅第一部分係馬蹄嘅聲音，睇下你下個聲音就係、試下。講埋國語啊，識聽國語唔好話。好，試下先啊。那我們試一下呢，下面用我們人聲代替馬蹄的聲音，讓他看看人聲發出馬蹄的聲音，它會什麼樣？是不是啊？2女高音，走。聽唔聽得出來？很好。一聽它就是一個青年的馬在那走，而不是老年的馬，也不是小馬啊。那麼一會兒我們就再聽聽的哈。下面呢，我們這個叫做馬頭琴的撥弦聲音，聽聽佢哋哈。預備，進。得唔得？呢個呢就係通過低聲部佢個胸腔發出嚟嘅聲音，從胸腔發出嚟嘅聲音，所以呢，它比較低沉，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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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在撥弦。那麼我們女高音部分呢，它就代表着童聲，你聽聽哈。那麼他們唱怎麼唱啊？預備，進。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很小的時候。好，看見沒有？他們是很小的時候來了。那麼呢，我們這個叫做3聲部。那麼我們如果是合起來的時候呢，你聽聽馬頭琴和我們的馬蹄聲兩家合起來的時候，它又是什麼樣？在馬蹄聲和馬頭琴合起來之後呢，我們再加上一個童聲的女聲，看他們3個聲部合起來的時候是什麼效果？好，我們試試啊。預備，進。清不清楚啊？这个就是谢谢大家，这个就是合唱的魅力。因为合唱独唱呢，它只有一个人唱，那叫个性。那么在合唱当中呢，它就要寻找一个共性
共性的话呢，它不单只是30个人、40个人，甚至是100个人，它都要发出一种声音效果，那就不容易。相对来讲呢，它就比合唱就难，比独唱就难很多它既要有很整齐的声部，又要有不同类型的声部合在一起，又是很融合的，分开又是很独立的，所以呢，这个叫做合唱的魅力。下面我们就把这首歌完全的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在新加坡新加坡得奖的这首歌曲下面我们先下去多謝兩位，無腳大唔到